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南区湾里挖见到2人口一个私人的渔温地，有居民啊发现讲，至少有8只以上的大只杜丁，啊，讲这1年外来，嘛常常看到有大只杜丁走起来大路顶。乡亲希望市政府赶紧来处理，要袂这若好生拖落去，恐惊是袂收山。 台南市南区湾里地区有在地人讲，囡仔看到大型的这个绿鬣蜥，也是外国杜丁，当作讲是小恐龙出现。对着这个代志，台南市议员林美燕会同农业局人员甲民间的专家到现场嘛，发现真济只，希望讲赶紧甲聊聊。因为它虽然本身没有攻击力，但是因为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快，那外表让人家看得蛮恐惧的。 农业局人员表示讲，接到地方的反应，配合中央的政策，已经请专家来处理。10月15到11月17，拢共阮掠了345只，啊，陆续咱嘛是继续来除吼，因为这物件就是绿鬣蜥，就是不断的移除尔，控制伊的数量。在地人表示讲，这个路段进前有这款外国杜丁，威胁到行车安全。像是真大只，很大只，啊，唔知讲加咩，我唔知啊。农业局人员表示讲，这个所在外国杜丁都真大只，大部分拢超过1公尺，如果食农作物破坏生态，会赶紧来处理。